来看医界统计，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，4个人都有1个人有高血油。全台湾有大约500万人唔知家己有高血油这款症头。若是无控制好势哦，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比一般人会悬出3倍。医师嘛呼吁民众都爱定期抽血检查。67岁张先生平常时有规律运动的习惯，生活饮食也正养生。虽然知影家己有高血油的问题，却无按时食药啊。一直到去年2月，因为胸坎杂杂去看医生，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一条严重塌掉咧，紧急进行心导管手术，才救回一命。胆固醇特别高，那时候我也没注意啊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运动啊，我吃东西啊，饮食控制就好了嘛。就我没有去很在意它。医师表示，真侪人拢无重视高血油的危险。那歹的胆固醇呢，加别度至2倍，胆固醇超过侪，就会造成血管塌掉咧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甲死亡风险。根据统计，台湾18岁以上的大人，差不多有1/4500万人有高血油的症状，而且高血油毋是老人的专利。25到64岁听众总年族群比例有增加，已经年轻化出世。当它逐渐累积超过到70%、80%，甚至那个斑块破裂造成堵塞、造成血管的一个完全的这个堵塞之后，产生所谓的心肌梗塞，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并发症。医师提醒，有关老人误会食药对健康无好，差不多有1/3的高血油病人无去食药反倒会增加了后得到心血管疾病，或者是脑中风的风险。建议民众爱甲医师配合，只有控制好高血压、高血油、甲高血糖，才袂去得到心血管的疾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